组成稳当当的5位派，希望我和吴山头一届出任务就来到屏东拜访第一个客户，也就是西美那外李良师傅。而且这摆挑战就是爱秀出西美那外文创商品，看起来大家真有自信哦。我就祝大家好运咯。提案报告的时阵，唔通甲咱公司闹开呢。杨哥你好，杨哥好，阿涵好，阿涵你好，帅哥美女好。老师好。来，阮先讲一下阮这个的这简报内底的目标。咱个目标是要对台湾15到45岁的这少年人来做宣传，希望伊会当介意咱的助联绳这个产品。所以咱就是甲日本的一寡元素，甲伊结合到咱的助联绳内底。刷落来就是咱对这助联绳去甲号名，我号3个啦。3个名。啊，阮这因为助联绳的绳，甲神明的神，都是因相共形，有谐音有相共。头一个就是功效如神，啊，第二个就是如有神助，第三个就是料事如神。嘿，我同意迄个 B 哦，如有神助。伊这助人神是像因咧神社啊、展会哦，拢爱用到的物件。是。这物件就是讲，第一咱要甲和咱的祖先，哦，也是咱崇拜的哪一尊神明，有啥代志对无吼？会当甲讲一个安尼，无唔对，甲咱替咱排解，哦，啊，这就是讲如有神助。哦，你想的都是阮想的，阮就有默契的。但是我好像没有新年一点通呢。啊？我吗？好像还没有通到呢。阿婆，开戏啊，都讲来，会使看嘛？讲讲娘呢？如有神助，安尼。所以来爱看的是咱的包装的部分。我的4个包装：爱情、财富、健康，啊，搁有一个是惊喜包。嘿，阮是想讲助联绳这边要挂一张纸，然后写伊的字。然后抓伫下骹有挂一个水晶，即马少年人拢爱生水晶啦，水晶很流行。少年人哦，只要永结同心。永结同心哦，永结同心，永结同心。还有，我再补充一下，嘿，永远不要离婚。哦，永远不离婚嘛，袂歹呢。啊，毋过有离婚2字下一顶头嘛是，永远不离婚啊。啊，就是那改成我们正面呢，永远在一起嘞。哦，可以。好。然后一个是财富，包装阮用橘红色、朱红色，不是架红色的，然后上面的图案是旺来，因为屏东嘛出产就这旺来。然后里面的字是一夜暴富。你摕到了一夜暴富，几枚的就好呀。你有感觉无？一夜暴富好像不太好。为什么？那个是空中的事情。那你没有努力，哪里有一夜暴富？那你老子有钱。啊，老子有钱嘞。那个马上会垮掉。富可敌国，富可敌国。那个也是会垮掉。啊，毋过人买一个预售，就是要想要许一个愿望啊。对啊。财富哦，是一种很空洞的事情啊，可遇不可求啊。嘿嘿。你视财富如粪土熊。但是我也很需要。你说是不是安尼？对少年人看到一夜暴富，当然嘛，唔是讲我拢伫厝里困就一夜暴富，是讲有安尼的一夜暴富，就是足大的愿望。嘿嘿嘿。网络面顶大家拢安尼讲话。趣味啦，唔是讲真正爱一夜暴富啦。但是我们是讲求实际啦，你用那个空洞的事情，我感到很奇怪。哦，好，了解。我们是要脚踏实地去做才有财富。好。我看到迄两个的表情就是，
就歹形容的感觉。好，这张上重要的，嘿嘿嘿，这张代表阮两国的精神，拢甲写伫一张。迄寓所，迄包装内底有一张纸，啊纸是薄薄的纸，迄纸就是爱写讲阮是安怎要做这个产品，这张上重要。放喺内底是两国的心意安尼。啊，这张两国应该这张两国干嘛安那？可以。可以啊。干嘛可以呢？咱台湾哦，这些助联绳哦，无咧重视这啦。咱较早只要挂起来，拢是放火烧烧制造空气污染。咱会当甲这个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哦，大家变黄金。因为伊的可塑性哦介悬。你要做啥，你若有头壳，你若动的灵活哦，你就有法甲基本的步数倒起来，你就有法度家己变化。所以这阵这少年人也是咱台湾完全不了解。所以阮咧推广的就是讲针对这，先互因了解了后。咱才去进一步，甲进入安尼。我再有一个问题吼，就是讲恁的这个包装啊，伊是全部甲迄个助联绳包起来，对无？安尼人就唔知影伊内底生做安怎。那因为阮若是伫咧网络是咧销售的时阵，一定会拍足侪迄商品的特写，阮拢用足好的，就是有质感的迄种纸。啊，毋过你用较好的纸，你的成本敢有考虑到？阮唔知影迄纸偌济。唔知影迄纸偌济钱。这成本这拢嘛是爱考虑到。是纸啊，佮有烫金嘛，我这一个卖100外块尔，你咧设计了，我开100。咱会当卖到300嘛？系啊。错误。你要看你的物件你的值，你让客人的感受。系啊，而且若是来决定这个受众群是少年人，啊，毋过少年人是无啥物钱的。你看像15岁，少年人无啥物钱，伊要安怎买？我看伊的纸拢介薄，所以伊可能会拗着呢。啊，伊拗着啊，阮的消费者客转去，发现讲哦，烂的呢，要安怎？安尼嘛无好吧？感谢您的发挥，谢谢，好啊，辛苦啊。因为我刚刚听他的口风，我觉得他的接受度太低了，所以我就不想要讲。他不相信被包装之后会卖得更好价钱，他不相信，他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卖100多块的东西，你怎么可以？他实实在就是100多块，你不能卖太贵，不能卖太贵。他不相信行销就是跟包装完了之后这个价钱会变贵，他不相信这件事，在他头脑里面的这件事。而且我感觉我会当理解啦，当理解伊的心情，只是讲咱若是要做这件代志。如果是要完全符合两国的理想的话，那这样子我们等于也没帮到他。少年人会介意的话，啊，毋过师拢无介意，啊，毋过师讲的话，阮少年嘛无介意。师有师的坚持，阮的坚持，啊，毋过我认为这是代沟。阮介绍老师，其实各式各样的状况，你们其实对应的很好。能度丢啊！我们在底下都会觉得说啊，我们以前遇到客户也会讲一样的事情，对啊。啊，要不要跟我交流？换一个，啊，安内的红旗应该以退为进嘛。接下来你们就加油喽！ OK， 谢谢老师，谢谢。先离开。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希望帮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能够再把事情想较有诶。或许下一次跟师傅在讨论时，就会在有较有深度的内容，或是较无共的方向来做讨论的呢。我唔知影刷落来是要安怎做呢？好啦，那么是要有信心嘛，加油！要有精神。过来喊一个口号，好，来，阮达达晓，温达达，温使命必达，达达，好吧，加油！加油！第100出任务，就予李良师傅拍枪的菜鸟啊，千万唔通落志。那这伫广告界是枪在对会着的，予恁3个月时间，回去总部好好啊调整一下，到时阵一定无问题。爱记住哦，通甲我的客户拍无气嘿。
仔日哪会遮热？顶届来的时阵，还佫顶个来是，寒到差不多9度尔。系啊，寒流呢？啊，今仔日这39度。 39度，有遐热？这体感温度应该是42度。咱到遮是屏东县的冠民公园，足大的呢。哦，够热的，屏东安尼哈，手机啊。什么物件？哦，我要找一个 ATM， 真的。 ATM， 这是公园呢。要领钱遐？啊是附近的迄超商啊。这无 ATM 吗？啊是去边仔甲别人问啊，去遐问看卖啊咧。 ATM，哎，安那？迄敢是？倒位？遐有一个足奇怪的物件。真远迄个所在对无？鱼的饲料机的。因为一般 ATM 敢若无遮尔啊斜趴呢。饲啊迄种。啊 ATM 是迄卡爱插入去啊。你有卡？我有卡。甲插入去。哎，这不是用插的。无法度插。哎呀，零部卡是啥？声大声话。暗号提示。日头袂落山，得个怀咧藏，上日掠倒掉，像你会去唱。人字空卡这桥。声敢若是萧煌奇老师的声哦。敢是？哎，又一字啦。若是用唔对，就会扣1000哦，拢总有7000块。7000块，为了让又膝盖，你有看麦啊？但个节凶。这是啥物？这有够过分的，啥物叫做稳达达？拢是大潘啦！你食潘啦，啥潘啦？啊，咱是要对这9个字来选是倒一个字。我多是我是四块麦尔，莫甲我弟弟，无迄种弟弟啊，无弟弟哦。我只是四块麦有念无？你莫乱讲，也是对呢。对这9个字来摇啦。无啦，里头的就是啊。这个啊，我看一下。日头头袂落山，啊，地高伫这环嘛。对，然后咧。啊，上里掠倒掉。哦，上安尼讲，安尼。哦，上里啊，人里空卡桥，安尼就死人就伫遐跳卡。嘿啊。若是甲打起哩，搁单，我唔知影另外8个有倒一个是。我就会冰冻哦。我就甲说。打了哦。打。有下雪，这是鲨鱼别来啊！恭喜！恭喜！恭喜！哎，来啊，破下吹一个！来，1、2、1、2、3、4，一配美的雨伞马过水。视网膜较等，我就请你食盐水。啊，今仔日大脸来这里斗小天哦，保证恁稳达达会当摕奖金。这真好来啊！把酒醉啊！把酒醉啊！变许愿池啊！你有看到重点无？这钱顶头是阮的，顶头是阮的。真正呢？安尼有爽无？安尼送，袂歹，大轮就是样做人，一出来就讲送钱啊，这是一定爱啦。这袂当用，袂开啊，嘿啊，这袂开的啊。刚会使是蓝色的，哪色？就算讲会开，但即马把水嘛无法度开啊。哇，厉害呢，厉害！来，我甲恁讲吼，今仔日咧就是吼，总公司有特别派我来遮嘛。特派完啊？嘿，特派完你看，这有无吼？广告大大公司。超级特派完。嘿啦，讲有啊，超级其实嘛无啦吼，体重有超级重就是有影啦。差不多几公斤啊？这就免问啊嘛。嘿，我头一届来参与到恁公司的，我嘛想看卖啊，讲恁到底是要做啥？我因为阮公司你要倒啊，你甲我救啦。喂，公司要倒啊？你无感觉要倒啊？顶届阮有使拍枪啊，做的物件无满意啊。伊讲伊所以派你来。好，安尼刷来我一个物件爱去提一个。黄奇老师哦。嘿啊。啊，这支请恁帮我提一个，谢谢。我后边。后边有物件，鱼啊晓。哎，无钱啊。啊，无钱啊。哦，搁迄
过迄落个。来，这是要互恁的。请来啊！请前往小巴黎22.283708。安尼念完吼，今日这集就结束啊。这到底啥啦？这个叫坐标嘛。哦，坐标。讲你就好。歹势，安尼就安尼吼，来。小巴黎，行。这哪会遮水啊？哇，这有刚开耶！我买哇，这啥？要去掠鱼啊？不是啦，掠鱼啊咧。哦，这道啦，安尼就对啊。你就是咧找这道我是对啊。要找这，我是讲这小巴黎，小巴黎对无？该来巴黎，一项食物件拢无。Hello， 大家好，拍摄美容师傅看不到。好啦，真可笑啦。小较好讲话。啊，因为大家汉远来到屏东，啊，我有这么一个小礼物要给你，啊，就请各位跟我来遮。哦，这就是你准备。这就是你准备的哦。顶个没甲恁好好介绍一下，其实我是一个刺绣老师。哦，下雪老师，对，我是下你拢雪老师。无讲，我感觉你气质足好诶，啊，唔敢问安尼。啊，你的衫是你家己嘿，我家己切，但是我家己切。嘿，因为阮即马就是要传统工艺，爱结合我的文创，所以阮就是讲，甲阮的驻联神会当做一个结合。对，啊，就是我有送一个小礼物要互恁家己做。这你礼物就对了。伊要送就是他说你不是讲要给鱼啊嘛？嘿，这好鱼啊！好鱼溜的，这就是好鱼啊！这好鱼溜啊，都袂破迄种。保底的，保底诶。嘿，啊，你就是要互恁做这啊，会当甲阮的驻联神做一个结合。水拢选好啊吼，好啊，阮甲我手线先跟你刻起来。啊，我要找椰头，一般来讲，椰头拢是两边加其中一个小吹一个吹掉啊，吹着了，阮就甲伊轻轻甲伊扭一个，扭一个伊就出来了。你拍夹哦？老师，伊拍夹啦！拍夹不要紧。今日咱的这个任务，不是车倒就是拍夹。我是建议免伤长，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差不多30公分。嘿，恁若扭愈长，你等下愈歹做。你上好知影迄30公分，这已经超过30公分啦。这差不多啦。安尼有30公分无？加掉。差不多啦。差不多。安尼加掉安尼就好。安尼我们就甲它加掉。都加掉哦。加掉。我加掉，我请老师帮我加。加掉就好。好。咱来看一下，阮的线是不是几啊条线？对。拍开了后，凊彩紧一条线，紧起来。一般来讲是看无。安尼拍个咯。安尼才会拍哦。我先等来遮。好。抽出来了，阮先放边啊，阮抽3条出来。3条。老师，清线。某某有问题。拍夹。某某有问题。某。若是讲拍甲安尼啊，不要紧。拍夹安尼。咱就甲无救啊。加掉。什么意思？我还没开始走的。加这个。哦，多谢老师。有3条吗？是不是安尼？3条该歹穿掉无？不要紧，阮有穿线器会当用，阮有这个小机器会当用。安尼我要咱剩3条，这剩3条。3条吗？嘿，3条。我这样就3条。我计是3大条，是3细条啊。嘿，3细条安尼。阮三个人伫遐报告甲师傅报告的时阵，伊感觉讲真无满意。我想要知影讲伊无满意的所在伫咧倒位？是阮的 idea 啊，是讲钱的成本。顶阵甲师傅讨论了后，阮是讲感觉成本当然嘛是一个上介重要的点嘛，因为你若是无趁钱，嘛真正是无法度维持。无才干。嘿啊。
还佫有，我是感觉用纸来包装，真正会较无理想。是安怎？因为有缀着，啊，是阮物件放伫内底，伊若是缀歹啊，伊会迄折损率伤悬。你是讲驻联城用地派，毋是纸去用地派？纸嘛是，因为阮包装来若是缀甲寥寥嘛无好看，我嘛是感觉爱用阿爸来做较好，较好。不过阿爸的成本会搁较悬。对啊，纸的成本一定比阿爸搁较手工起。所以我即马就是阮的方向就是讲，咧请恁用 DIY 材料包的方式去推广。哦，所以阮的介绍会当有管。就是刚刚讲拆手共款，你安尼讲 DIY， 若是迄个包装内底是互人 DIY 去迄体验迄是要哪啊，要安怎做？我感觉袂歹。我嘛是感觉袂歹。我感觉讲阿航是有备而来呢。伊转去的时阵，应该有帮阮想，爱用啥物方式甲方向，会当互这个物件是要哪啊，搁较活泼。我感觉讲伊是一个最有想法的艺术家。拄则阿涵老师讲要用阿爸去做包装，这包装有啥物款的参考会当互咱？因为顶边恁是讲4个方案嘛，就是健康，啊，搁有财富、爱情、交通，搁交通。阮就是有甲师傅去讨论这4个部分，啊，阮有做阿爸互恁，就是有设计4个阿爸互恁。对，啊，就麻烦你帮我记一个，歹势。我就是讲迄便当。哇，厉害咯，厉害咯！哦，安尼，阮就简单啊，阮就夹材料过来，开玩笑啊！这已经完成啊，这已经完成啊！真水呢！哦，咱安尼敢袂变大，甲有春安尼啊？那豁然开朗，豁然开朗。都袂一盒一盒安尼。嘿，一盒一盒，啊，内底的物件阮是有一个构想，你咱看者。来，这是阮的理想，咱想看一个。哦，这砍手的花安尼，这是 DIY 的，砍手花甲这对甲做嘿，对啦，做一个 package 安尼，嘿，安尼就好啊。对，我成本控制在内底，本来做好势，做好势就好。今日甲阿涵老师开讲，足大个进展。啊，这尾啊要开始。对啊。啊，尾啊，咱即马开始吃。阮搭大家3位听完委托，免惊啦。身为恁的 boss， 我知影恁明仔载就爱做出样品。当然，嘛无希望恁搁甲客户的委托有害去，所以我希望恁会当像李良师傅同款，加亲近大地，了解土地甲人的关系。所以我安排一个特别的体验，来刺激恁的创作力。赶紧去换轻松的衫裤。互特派员带恁去轻松一下。哎呀，欢迎，你好。我叫大练的。老师你好，老师你好。啊，老师你是瑜伽老师还是什么老师？我是瑜伽老师。好，咱先静心落来。静心。啊，等下吼，较袂当倒塞。所以静心的时阵就卖讲话对无？嘿，互你先沉淀了。卖讲话。哦，真好，卖讲话。好，你的双支脚加你的尻川腿平看，加你的正脚向后壁一步，你的倒脚骹头有弯落，后壁脚你爱互顺直，双手，搁较久的，搁较落，腹肚收起来，袂使做小青蛙，啊屁股压完。第二个动作，手放在你的髋骨。把你的正脚伸出来。老师，我当请签拖袂？你天堂路嘿！我脚真正有够掂的。你找别位。石仔伤细粒，我找较大粒的。哦，这位袂歹。好啊，老师我找到啊。好来，正脚起来。正脚。正手起来。咱即马来看恁的稳定度，甲你的专心的度偌大。我自细汉到大汉，我无做过 yoga， 这是我第一摆做。伫迄种水内底啊，踏咧脚凉凉啊，面顶咧做 yoga， 这种感觉我真正无体验过。要毋过我有发现一件代志，我做了的时阵，边仔的
导在有甲我讲，4个人内底，我的平衡感是算上好的。因为我看因头前2个人，我迄当时咧做时阵，就一直想讲哦，这核心爱出来，所以就家己的身躯来好好甲伊稳的安尼。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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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是林学校的教官，庆哥。林学校有教官。哎，欢迎大家来咱这个林老树林平地森林园区。今仔日听讲大家有要来做这个助联绳，是要咱来做品吼。听讲无灵感吼。嘿啊。安尼我互大家体验2个行业的课程。哦。这2位，你好，你好，阿伯你好，这是阿称呼？我是林学校的护理师阿伯。哦。啊，恁今仔要泡的这个材料呢，就爱靠恁家己来采。哦。啊，要采之前呢，是啊，甲恁介绍这一个林妹哦，因为咱大家拢是人客嘛，啊，伊是这的主人，啊，伊这要帮俺家己甲这的士大人来拍一个招呼的，所以等下有一个仪式。啊，你安怎称呼？大家都叫我 S 姐。哦 ，S 姐，因为我的身材 S。有啦，人小 S， 你大 S 啦，我差 S， 差 S 啦，好，来哦，好，来，我先祝福一下。一个仪式的，安尼会使徛伫 S 姐的后壁。Ya bana sini kakekku, janusuna kata, janusuna na kemati, janusuna ja bubu. Sabana putse budak empu duan janumana kata na kemati, janumana dia bubu masih mazai tabadan, masih mazai abulungan, bina arban。哇，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植物叫羊齿蕨。另外脆气，另外脆气，它其实是我们的救命的稻草。哦，对，因为它的根部啊，如果你在山上，如果不小心遇到山难，那你把它的根挖起来，它有一个结晶体，你可以放在嘴巴里面咀嚼，它是水分的来源。哦，它薄薄就有水就出来，伊是这种香味的。对，它是装饰。哦。我刚想讲要加蕊蕊，开始引起香料味。哎，那不是香料，不是香料。刚才也在讲。不能吃，只能吃它的那个根。可是你嚼一嚼都吐掉了，那不要吃。刚刚薄冰冷。对，对，一点点就好了。这是蘑菇烧，蘑菇烧，蘑菇烧。歹势吼，你笑够有魔性诶！我台语袂认懂，不过我足考追。迄个大蜂草是针对迄个肌肉酸痛，啊，这个蘑菇烧是针对迄个骨折、骨头。蘑菇烧啦，蘑菇烧。对，啊是讲夫妇啊，你头拄就讲。我叫 S 姐啦 ，S 姐啊，我。今年吼，迄个年初时阵啦，你袂顺吼。嘿呀，你按头无？按头吼。啊，你会当感应者，有啥物办法来解救？会使。啊，你叫啥物名？小大轮。大轮。嗯。Ya bana sini kakekku janusuna kata janusuna nak mati janusuna jabubo lalu diba ulang kena begitu. Dan membawakan sang misalnya ini cacat-cacat。好，我越来越好。我突然之间感觉就感动了呢。我说，我永远去给不陪。我突然之间感觉就感动了呢。你说我永远去给不陪。你有祖先的庇佑。我抬头讲鬼。哎，我也想哭了呢。Janusuna nak mati, janusuna jago. Tisuti salima tisuti jagalau sepupin kacan puli negagan pina ervan. Sabana uli paci jingijin, papu tangal jin, papu lokam jinji. Tai tuanu ada anu bubu. Ulanu kading itu, ulanu pusal saliju. Rasa zulung araba ina cabat-caban. Ulah tisuna nga semua kadep tuha si bebean tuanu ada anu bubu.
Udah no pusar saraji ini sajarong ay inanaman si inanaman. Udah sepi, udah mau kan suci pagkaugav ay ani kong tiyan naman nakadaw na kamati tiyan naman ang tipo ko. Udah no iliba-libaan so udah no kadikadingit so ay ani kong tiyan naman. Sa masalo tiyan naman niya po. Minaraban tiyan naman niya po. Udah nasatsak lang inanaman. Udah sa kadengas ano we amaripon. Udah no insuran ay ani kong tiyan naman. Masalo tiyan naman ang tipo po. 你积压太久了。我感觉因两个呐，敢若缘分足深的吼。哎呦，帮你在沟通。我越来越好。头一句是讲，你的苦拢无甲别人讲，你家己拢缀伫个心肝内。我规个人起价舞配。 因为这扩香石它其实算是现代的东西，然后我就是想要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元素给它融合在一起。这特定的所在，就是在恁迄境，嘿，啊，恁就用恁家己的想法去配出恁家己的文化出来。我咧捡的时阵就想讲，这石头、这叶啊、这树枝，敢真正会当互咱要做的拓香石。 会当变较有价值，看起来较高级。尾啊，伫咧老师的带领之下，就发现讲原来咱要甲一个物件做甲足好看，无一定爱去买真贵的材料来做。其实有当时啊，伫咧边啊涂骹扣，嘛是会当做甲真好。泡脚的功效就是要让它血液循环，然后代谢比较正常，因为我们有年龄，代谢会比较慢。无丢。 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一片叶子去养活一个部落的族人。一片叶啊，饲规个部落，规砖头，对，你台语袂歹呢。感谢。哎呦，你们好，你好。来，请坐。哇，为恁这边澎湃的菜。这是安顿啊。樱桃这我你有看买迄啥？ 蒜头，几条？那是山顶的蚵啊。哦，卡兹。你刚刚有小可焦香的。尤其内面这巧克力豆的这个酱件就好吃。系啊，好食呀。巧克力豆恁家己种的？巧克力豆应该种的咧。好厉害！啊，这个胖嘛是家己做。哦，这胖有学问啊，这来请阮的头家来。这有一个学名叫洛斯提克，伊是法国的胖，无改良。哦。 无遐低，是不是？真嫩啊！就食个米粉芳拢在内底。我感觉这个面包看起来就简单，不过学问满满的。嘿啊，还是讲伊的。我看这哈，好，阮就先来炒。多谢，就好食了。啊，这猪肉无够，咱搁点无？系啊。来去。原来咱要做这个物件，精神的这个长处是足重要的。你手工艺内面，你要 带祝福予人，这就是精神。要安怎去这个甲人、甲天、甲地之间的这个关系，咱相对去水中来去做运动也好，吼，或者是讲 S 节替大家来祈福啊，这拢是予咱规个团队会当变甲大家变甲更较团结的一个足重要的元素。 看恁食甲遐尼欢喜，相信恁伫遮嘛得到不少的灵感哦。我拄则受到委托人阿涵的新任务，就是明仔载下晡4点成果发表进前，伊希望恁甲样品材料包订好介绍，才阁摕去卖，上无爱20个。调查市场的需求，以及一般民众对恁的作品是毋是有认同，希望恁较接做咧，唔通惊失败，加油！ 我看卖者。哦。任务卡爱设计4款，是咩哪哇？是咩哪外材料包，爱包装好势，做展示品，订介绍。我的时间无够，做袂了，所以我拄则有想到是，我会使做一本小小的说明书，会使写2个的故事。共款会当画图，要毋过毋免画遐尔济个。会使写字、写故事，伫咧内底嘛。 可
放一寡小小的图安尼。好啊好啊，安尼我会当画安尼就好啊。阿良仔做的代志实在是足使人尊敬的。伊遮尔侪年拢伫咧屏东这个所在在地，啊，摕迄稻草伫咧做西梅纳瓦，啊，伊拢坚持讲伊爱烫遮骹做。我感觉这实在是足感动的代志。也毋过日本都有足侪参像迄个职人嘛，啊，台湾哪会拢袂当甲这个职人的精神安尼甲发挥甲上大，所以我感觉讲阿良哥的这个代志应该爱写伫咧说明书内底。来，各位，哇，要开始叮当，我帮恁介绍。小可感动呢。哇，较等咱要这个做代志的所有的这个家己头仔拢伫咧遮。哦，来哦来哦，安尼就开始哦，开始来做。其实这半年的时间吼，搁有过年嘛，讲我伫咧足侪所在咧踅时阵，我拢看到足侪迄店家，其实因拢有挂这种较有利的、有祝福的利的物件，啊面顶嘛是有人写伊的抱负啊，而且嘛是真甲足水的，看起来足高级。所以我当时就想讲，若是第二摆真正要正式来做这个商品，我嘛是希望伊的抱负会当写起哩。连咪，咱若是甲阮的这个物件摕出去，爱做一个市场田野调查。哦。然后呢，市场嘛是爱去。咱即马还有一件代志拢还袂讲着。啊，还有代志哦。这个成本250，遮悬250块的成本真悬。啊，恒昨是讲要趁一半。499。要无就定价500块，拍折拍9折。然后咧，伊就定价890，啊拍折490。哎，就伫咧网络拢爱写。弄啥呢？弄啥呢？辣。哦。咱即摆来到这是文创的所在嘛，胜利新村。嘿啊，排甲安尼。嘿啊。啊，这就是咱4种无共款的主题。哦，无唔对。哇，哪会遮古水啊？我甲你讲，阮来遮就对。你好，是店员。以你的眼光来看，你感觉这个商品差不多爱卖偌济钱？你会感觉较合理？应该差不多400块。这个材质算硬的，嘿，是较定的。然后材料是好的，对，材料是好的。啊，还有一个问题，我要甲你小问一下：钱来也，钱来也。啊，一个是老子有钱。老子有钱。你感觉千叶暴富较好还是？还是钱来也？钱来也。请选择。那是要卖给少年人。爱钱来也。钱来也。你有老灵魂哦。钱啊？原因呢？听起来比较直接。对。哦。那安尼阮先来开始啊，有没有？哦。喂。亲像地球外各位亲戚朋友，咱大哥大姐，阿伯阿姆，咱阿姨叔叔姐姐哥哥弟弟妹妹，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各个卖花姑娘，即马已经来咯，小姐卖走，小姐卖走。来。啊，就是你啊！来。你有看过这无？这是叫西梅纳瓦。这个物件是家己亲手动手去做。这是你会使炸转去 DIY。我看两位小姐应该是无咧欠爱情的款，因为实在是太水了。哎呦，这个恭维呢！你要钱的吼，咱即马吼现主是一组是卖定价666块，866块。你感觉安尼伤贵袂？伤贵无？会哦，相同就是有缘啦，哦，咱非常有缘，今日恁一人买一组，咱原本原介绍今日甲你拍到骨折剩45，咱两组加起来800块，啊，两个若需要爱情，无我教我来送恁好啊啦。你老诶，你老诶，你唔免啊，你是唔免。他都讲你老的不要紧，他讲你老。一个不行，再找一个。哎，所以两个800块会使。
好。哎呦，那就够啦！哎呦，这个很帅，我会买。谢谢啦。屏东有一个师傅，伊就专门去做这个助联。叫李龙。屏东有人专门在做。嘿。尤其是少年人拢唔知影有这个师傅，所以我想要把这推广出去。哎，袂歹，我唔知，代表我不少年。嘿，是伊的意思吗？嘿嘿嘿，就是安尼。啊，你感觉讲安尼材料包会当卖偌济钱？一般来讲，我感觉差不多500、800拢会使。 800。嘿啊，新民上上伊。 800敢有人要买？我感觉会啊。你唔捌去过日本啊？迄啥求迄什么新民啊？那个欧玛莫利。对啊，欧玛莫利迄种。哦，御守迄种感觉。咱一张纸大概100、200对无？ 200块。一张纸成本才2块，你这想要100，所以我讲800。哦，安尼合理呢。一夜暴富，啊，还有这老子有钱，啊，还有钱来也。啊，我想要问讲，这三个你也算多？你也算多少？老子有钱，暴富。一夜暴富，哇，嗨呀！咱无问过。年轻人还是喜欢有创意的东西。那钱来也呢？钱有点姐姐，你有兴趣不？你为什么这么表情这样？你还尴尬？那不是我想讲，其实阮节是买400块，但是因为姐姐嘛，甲咱传2杯爱玉。哎，你一杯炒偌济钱？30。一杯30，2杯60。啥时间会使？没有那个健康。哦。好啊。这可以耶。上几次咧？哇！你看头一届甲人摕凉的饮料，还会当摕钱的，嘛干那这届做生意的机会尔。姐姐，谢谢。谢谢，多谢你好哦。我头拄唔是有摕这支吗？这支吼真正就有效的，因为你一开始先叫花，咱就规个市场全部拢听到啊。对，当然啊，所以咱即摆已经会当收工，会当收工啊。我赶紧转去报告咱的这个效果如何。 这件皮的味真香呢！来，你好，来，我想要甲你请问一下，讲若是讲写字啊，少年人较会介意的，一夜暴富，老子有钱，甲钱来也。你感觉四个文字是爱写啥物款的较好？一夜暴富吧，跟他考有爆发性。哦，靠它有关的商品。 它有一个叶子，铁球啊，我嘛写一下一夜致富。哦，说来是这介绍的问题啦。嘿，啊，你感觉讲这盒物件应该会当卖偌济？我感觉伊会使1200到。啊？安尼吗？出乎意料。嘿啊，第一个。 店家就甲我讲400块，我想讲，哪会遮尔啊悬？啊，上尾啊1290块。若是实际上要来卖，我也是会淡薄仔烦恼，就是卖量敢有大。欢迎咱阿涵，欢迎，我是魏可玲。有请阿涵请坐。哇，穿得足水啊，水耶，请秀老师。系啊，就有气质。是。阿涵你好，那这届阮设计的物件，这是包装，我会甲我的材料拢放伫咧内底。 有4个主题，一个是健康，一个是爱情、财富，啊，有一个是好运。吼，这个目前看到这个图面顶是健康。健康。啊，健康咱即马有这个肌福的这个一句话吼。 愈食愈瘦，健康就是愈食愈瘦。这4字我相信真侪朋友拢足介，包括你在内，吼。
啊，过来好运，好运就包括你考试啦、学业、事业啊、人缘啦，拢会当用这个好运。吼，嘿，啊，伫咧财富这个部分，我想要来补充一个，因为顶解我咧甲迄两个报告的时阵，伊敢若是无啥介意这一夜暴富啊，所以咱伫咧讨论的过程当中咧，就甲这一夜变做千夜啦。啊，不过我是感觉千夜是三档的意思，迄是讲生笑的尔啦。啊，不过阮是想讲，因为阮的目标的人客嘛是较少年的人，所以阮今仔日伫咧迄文创的迄所在园区内底时阵，就去问足侪少年人，因嘛是选一夜暴富，要无就老子有钱迄种，就是较有趣味啦。因为阮本地佫有设计第三个是钱来也，阮想讲钱来也安尼感觉，就可能较是大人会较介意。啊，阮咧问的时阵，就有两个差不多30岁以下的少年人，因就讲感觉这钱来也听起来伤爽啦。所以咱尾啊，伫咧讨论的结果也是用一夜暴富啊，给你特别说明一下。这个补充就是希望你等去甲阿良师讲，你去说服恁家庭。大部分的头家，互咱的数字差不多是500块到800块，因拢感觉会当卖，是卖会叮当的。所以咱就想讲，安尼咱的介绍，本地一开始想讲差不多400块，可能会当搁甲伊提较悬一点。嘿，所以尾啊，咱就是决定580块。嘿，啊，搁有地点最重要的。对唔对？感觉讲放伫个文创的区会较好。啊，搁因有讲一句话，讲台湾人爱支持台湾人的故事，拢因为因拢唔知影讲伫咧屏东这个在地有一个师傅伫咧做这新的拿瓦，所以阮感觉讲爱两个的故事爱甲伊推广出去，所以因讲台湾人爱支持台湾人会创造出来的物件，所以因感觉讲800块会当买啊。我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内底啊，因为恁敢若有放材料尔，无放安怎做的说明书，可能消费者买回去的时阵，因为每一个人的美感真正无同款，同款的物件，啊，毋过真正毋知影伊会做会出来无？你甲说明书拍开第一页，就是迄个图，一个参考的图，有一个参考啦。嘿，我感觉嘛是有另外一个方式，譬如讲咱用 QR code，扫一个就好啊，扫一个 QR code 内底。啊，然后咱拍一个影片，就讲啊，这是安怎念的，啊用快速的互人看。这袂歹，这袂歹。这嘛是一个袂歹的方式。QR code 是即摆少年人拢会当接受。对。啊，其他的部分拢无问题，我拢感觉真好。介绍的部分。介绍嘛是我原本设想的迄差不多，嘛是差不多500块差不多。其他我是无啥物问题啊，因为拢差不多，我是感觉真好。高场的部分伊嘛，爱拜托你，嘿，拜托你，没问题。好，安尼成功有通过啊吼。我就等你这句啦哈。虽然我对我的作品就有信心，也毋过我对我的报告的方式无信心，所以我讲话就细声。嘛足无力，会当拄到安尼遮尔啊专业，而且佫有家己意见的客户，有技术，嘛有动意，所以才互这个案子尾啊结束的时阵，我感觉足有意义，而且嘛学到足侪代志。足紧张，紧张吼。1、2、3、4，敢若有感觉勉强的。你别讲，你请嘛伫咧后边仔喊声，别点名。8分。无啊。安尼无。说明书的部分会当改进了后，我感觉其他的部分拢无啥物问题。对，所以就是扣起分，就是迄个说明书的部分安尼。一定改进，一定改进。恭喜温达达第一摆任务提案成功，刷落来的任务会愈来愈困难，期待恁的表现哦。温达达，温使命必达，担当。